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9月20号。这一期咱们先不聊胡市，今天是周末，关于胡市也没有什么消息，咱们聊一聊黄金。都是投资啊，经常看我节目的都知道，我不提倡投资黄金。理由是什么？不是说黄金涨还是跌，黄金涨还是跌，咱们也搞不清楚。金价的走势，它有可能会涨，也有可能会跌。黄金它自身也有价值，但是具体的投资它是另外一回事。有很多网友他分不清楚这些，我是不提倡拿黄金去做投资品，通过投资黄金来实现你这个财富增值或者保值。为什么？主要原因是国内它就没有一个成熟的、安全的关于黄金的一个投资市场。我们最常见的，你说我买几块金砖，你投资50万，对吧？你得买多少根金条，买一块金砖，这是实物黄金。你如果买个耳环、耳钉、小金豆子，那玩意只能平时戴一戴，什么金项链。这样投资的话，50万，你恐怕得买2块金砖。但是实物黄金谁保证你它的品质呢？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有的人说我不买实物黄金，我买的实物黄金再有机构回收。有很多黄金这个市场，黄金什么珠宝公司不都这么干吗？你在他那买1公斤的黄金，完了之后你不拿货，黄金还放着存在他那儿，他每年给你利息，这样能规避的黄金的真假以及黄金的纯度。但问题是这家黄金机构爆雷了跑了怎么办？等等，还有其他的方式。那有的人就说了，那我做纸黄金，这个也有风险。所以说因为这种种原因，我不推荐去投资黄金来保值，因为它就不是一个规范的投资品或者是投资渠道。你想一想，在中国啊，胡市那是相对来说下了很大功夫，也有很多规章制度，还有证券法，有法律法规，还有主管部门证监会，还有稽查大队等等，有交易所，有券商，有会计师事务所，有律师事务所，相对规范的一个市场都搞成这样，天天都是欺诈上市，财务造假。你说你那么个黄金还相对不规范的，还没有主管部门的这么一个市场，能好得了？你是装老外是吗？你买到了假黄金，对吧？或者你的黄金你买的时候你没注意，以为是千足金，等到你送到一个小金店去回收的时候，人家说你那是假的，你连找谁都不知道，你都不知道找谁去维护自己的权益。今天啊，央视他发了一个报道，大家都知道这个在深圳水贝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黄金交易市场，一个黄金集散地。央视报道，他说国内最大的黄金珠宝集散地深圳水贝被爆出有黄金原料供应商爆雷跑路，卷走巨额货款。总台记者在深圳水贝走访发现，此次爆雷跑路，月宝兴金料商的店铺大门紧闭。记者通过周边商户了解到，9月12日该门店还在正常营业，9月13日上午突然就人去楼空。央视记者就到深圳兴隆黄金珠宝大厦实地走访，大家看视频。近日，国内最大的黄金珠宝集散地深圳水贝被爆出有黄金原料供货商爆雷跑路，卷走巨额货款。那么真实的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在深圳水贝的调查。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深圳水贝兴隆黄金珠宝大厦6楼，那么这个也是此次爆雷跑路的月宝兴金料商的店铺所在地。那么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现在目前的大门是紧闭的状态，而大门的门口也是贴着封条的。那么月宝兴的招牌目前也是被拆除的状态。记者通过周边的商户了解到，9月12日该门店还在正常营业，9月13日上午突然就人去楼空。那时候我们因为在他对面嘛，然后看到那个工作的话还是正常的，然后周六的话就是13号嘛，很多顾客就已经过来了。大概公司有出现2、3个月的这种提成发放不了的情况，凌晨公司有发通知说公司因为经营不善倒闭，然后通知同事第2天早上过来收拾东西。9月13日，多名黄金商户向深圳警方报案，称向月宝兴支付大额预付款后，公司负责人失联，
这一个就是我们众多受害者啊，就是自发组织的一个群，最多的一个是大概价值400万、几十万的啊，超级多。受害者估计就是400人左右，但是还有人再加进来，一天可能有几十人，还有很多从那个外地过来的。天眼查信息显示，粤宝兴全称为深圳市粤宝兴贵金属有限公司，成立于2023年8月。作为水贝市场规模较大的黄金原料中间商，粤宝兴为下游加工商户提供黄金原料。此外，也有不少外地商户会将回收的黄金邮寄给粤宝兴进行结算。在9月10号给他寄了1.2公斤的，然后是9月12号，就是星期五早上到的。从中午开始就是慢慢的联系不上。我们这种给他寄了旧料的，就相当于是把我们的黄金吞了，金额呢是达到80万左右。我是9月10号从内蒙古赤峰市，然后把这个金料邮到粤宝兴这边，然后9月12一直没有回款。9月13号我叫朋友去看的时候，然后当时这个公司已经是一个跑路的一个状态，因为有民警，然后还有这个一些受害者，但是没有公司员工了，公司员工已经都走了。记者也来到深圳兴隆黄金珠宝大厦物业管理处了解情况。只是说租给他们，我们也不会介入这些事情，我知道之前我们租。随后，记者也多次拨打天眼查显示的粤宝兴公司联系电话，但始终无人接听。目前，部分受害者已联合向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翠珠派出所报案，警方已正式受理案件，正在对涉案公司的资金流向、相关人员情况进行调查。粤宝兴停业后，曾有市场传言称水贝市场金料商出现跑路潮。那么目前这些金料商经营情况到底如何呢？来看我们的调查报道。记者来到网传名单中一家位于水贝万山珠宝商业中心的黄金原料供应商门店，在现场看到该商户处于关门休业的状态。我现在是君豪跑了我655万，粤宝兴是跑了我290万。我打了款，就是黄金也没给我，款也没给我退。记者了解到，目前已有黄金原料供应商在网上发公告，称公司由于经营不善导致巨额亏损，正在进行清算工作。所有订单存料按照9月13日融通金金价全部结算。随后，记者也来到一家发布公告的黄金原料供应商了解情况。该负责人表示，公司资金链确实已经断裂，无法履行与下游商家的合同。目前已经在变卖个人资产去还债，没有办法，就是把客户的钱全部清算，该欠的债就还掉嘛，一直在清算，从周六、周末、周一、周二都在清算给客户，都基本上现在清算完了。这次到底亏了多少钱？亏了7000多万吧。这个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这个情况出现呢？方方面面的原因，金价的上涨，客户订料订的太多了。此外，记者还发现，部分网传名单中的企业仍在营业。张建武是深圳水贝的黄金原料供应商，他的企业也在此次网传暴雷跑路的名单当中，但他表示公司一直在正常经营。我们是上周星期五嘛，就在网上发现这个事情，当时我们很震惊，这一次的事情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客户对我们的信任产生了一个怀疑，有些业务呢，也有些客户也终止我们的服务了。对此，记者也采访到深圳市黄金珠宝首饰行业协会秘书长张文阳。他表示，网络传言存在夸大不实情况。网络上有关水贝多家黄金企业暴雷跑路的传言，经我们实地走访，网传名单中的多家企业目前仍正常经营。目前，针对个别出现问题的企业，公安部门已依法介入，涉及商户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维权。这个最多的赔了7000多万。我看完这个视频之后，我就在想，咱们把它想成一个正常的业务，这个粤宝兴还有其他的黄金原料提供商，他们为什么会暴雷？他们是一手收别人全国各地那些小的黄金这个经营者，就是从消费者手上收黄金的，收完之后，他们就把它寄到深圳水贝，比如说兴这儿，粤宝兴就给他结算钱，我估计他们中间有点差价。你全国各地大街小巷那些收消费者手上金饰实物黄金的这些人，他也要变现，对不对？他收那黄金干什么？他得给上家去，上家给他钱，他就从中赚个差价。这个类似于粤宝兴这种，他是从收黄金过来，
把这黄金又当做原料提供给下游，下游把它又打成金饰卖出去，所以月保新就起这么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这按理来说它不应该暴雷，还有人赔7000万。我因为不参与这个业务，我没有实际搞过这事情，所以我也不太懂，我只是分析。按理来说，这个月保新他从别的小商户手上把那个黄金收来，他是按照当天或者前一天的黄金的挂牌价，是不是中间就要付一点手续费？全国大街小巷这种小的金店，他从消费者手上收，他也是根据当天或者是前一天的挂牌价，再加那么一点点手续费。比如1克我收你2块钱手续费，1克都卖现在1000多，我收你10块钱或者15块，大概这意思，我就赚你这点钱。但是这个小的黄金店铺，他收上来之后，等到他寄给这个水贝的月保新之后，他肯定不是同一天，他跟你隔了一天，物流它有速度，但他总不能说现在收到我现在就寄，他今天整个的收完了，今天晚上再发货，第2天到水贝，那月保新才跟用当天或者头一天的金价跟下面的供应商去结算，那这中间也有差价。昨天的黄金价格是3600美元1盎司，今天是3650美元1盎司，这中间不就有差价了吗？所以月保新他还往下游供应，他把这些收来的黄金，他又当原料供应商供应给下游这些金铺，他们收集了之后去打造那些金饰一个结算价格。所以按道理来说，他们如果是每一克黄金都收了手续费10块钱或者多少钱，那他们的利润是有保障的。那金价高他也收得高，金价低他也收得低，这边他卖金价高他也卖得高，金价低他也卖得低，他怎么会赔7000万呢？这个月保新怎么会跑路？所以我分析，所谓的月保新这样的企业，他们不仅在收当中间商，他可能还在赌金价。如果他按照黄金价格，他就顺着黄金价格去做这个生意，我就拿昨天的价格这么做，每一天波动的幅度不会太大，那他的即便有损失，损失不会太大。他很有可能他是赌金价今天是这么高，过5天或者过下一个月，金价由3600可能跌到3300，或者是他认为金价现在3600，下个月要到4000，他是根据这个预测，他来安排他的经营，他就有一种要赌金价。那恐怕如果赌错了方向，那就有可能导致暴雷。这是我个人分析啊。他今天按1000一克收了1公斤黄金，我这举例子啊，他认为10天以后这黄金要涨到1100块钱一克，那他会怎么办？也就是他可能要压货，他本能的把黄金库存就增加，他收了很多黄金，他不急着往，他多收，出的慢，这样的黄金库存就多了，他也到处借钱，那黄金多这个成本的多高，那等到10天以后，他以1100块钱的价格卖，他就赚了很多，结果10天以后跌到900了，这个时候他必须把这货出掉，他又不出的资金就赚不动，被迫的割肉出，就像那个小散户炒股一样，赌错了方向，该加仓的时候他割肉了，该获利了结的时候他加仓，这么几个来回恐怕就完蛋了。所以要不然我理解不了这个，你作为一个两头在外卖出的，当天买进第2天就卖出的，你能赔7000万，很有可能是赌，结果赌反了。也就是说，黄金这些金银户，就是深圳水贝的这些金银户都在炒黄金，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在炒，甚至有人加了杠杆。它不像那种传统意义上的那种 P2P， 那个 P2P 是没有任何实物嘛，你钱给了我，完了我一看这钱差不多我就跑了，卷款跑了，没有实物。它黄金是交易，一手钱一手货，而且按道理来说，原材料价格上涨的时候，对这个行业一般是赚钱的。这个行业为什么？这个道理比较简单，你今天买的进的原料，过2天它涨了，你就不加工，你按市价卖出去，你就已经赚钱了。原料价格涨的时候，一般的这个行业的都能赚钱，原料价格跌的时候容易赔钱。昨天是1000一克进的，今天已经跌到900了，你说你按900出你就赔钱了，但是你要加上手工费，你都能做到不赔，想赚钱非常难。所以说原料价格下跌的时候，你想赚钱很难，尤其是黄金。所以说他为什么还赔7000万，他暴雷，这么多暴雷的。所以我推测，我只能认为他们恐怕都在炒黄金，赌价格，都赌反了。这些在深圳水贝市场从事黄金交易的这些人都是老手，都是行家。
一般人不可能去那儿做生意。但是恰恰是这些行家、这些老手才是人家收割的对象，因为国际金价那不是你深圳水贝市场能操控的。所以说作为我们普通人，你像通过黄金来保值增值来怎么样，那是想多了。黄金你只能把它当个消费品，你买个金链子戴着，买个金耳环、金手这个金戒指戴一戴还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指着什么乱世藏黄金，藏实物黄金来度过未来一些不可测的困难岁月，这个时候想多了。黄金行业很有意思，随着金价一路涨，这些黄金经营户、这些黄金的机构、这些珠宝公司暴雷跑路的新闻就一直不断。说到投资，无论是黄金投资还是股票投资还是买房，在现在经济形势下，总体上只要涉及到投资都应该是否定的。虽然都是否定，都是不提倡投资，但是股票和黄金还有房地产这3样都不提倡投资，但是它们原因是不一样的。但结论是都不适合现在投资，但是原因不一样，所以很多人他听不懂，他不理解这个事情。股市不值得投资，黄金不值得投资，房地产更不值得投资。这是当前大的经济背景下原因，我们也说过很多了。其实我也知道，做自媒体如果想要赚钱，想要多赚钱，实际上应该宣传现在正是投资的大好时光。你只有鼓吹现在要投资，要主动出击，等到大家心痒痒，粉丝一个个的摩拳擦掌，按捺不住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收割的时候。鼓吹投资房子的，他会去买房，带着粉丝买房，你想买一套，他就能拿2万块钱佣金，最少啊。他按照这个房子的价值啊，如果那房子500万，那恐怕他要拿10万的佣金。昨天广州中山，人家政府不已经贴了公告了吗？给了政策，你带一个港澳客户去买房，给你3%的回扣佣金，这是买房的。你有个10几个人跟着后面买房，你想那就赚多少钱？还有比如忽悠买股票的，投资股票，随着忽悠的人越多，他可以去帮人接盘，可以去卖课，可以假装是告诉你一个股票哪个股票要涨，你得交钱，你得交1688或者交3488，总有人会上当，对吧？有那么几十个人上当就够了。完了之后还可以让你去接盘哪些股票，还有人给他好处，这都能赚钱。所以说从做自媒体来说，忽悠大家去投资才能赚钱，天天劝你把这个钱包看紧，把裤带勒紧，把钱存银行劲儿不动，你这怎么赚钱？但是还有很多人不理解，认为你看在互联网上，在自媒体上面，社交媒体上赚钱的都是劝你投资的，劝你买房，带你去投资买股票，赚得盆满钵满，只有你倾家荡产，你被套住了，那关人屁事。所以这个时候提示风险，要大家谨慎，这是出于良心。我们经常说以前经济10%的速度增长，肉眼可见的以前经济在腾飞的时候，你都没赚到钱，你非要在经济低迷的时候，你说你要赚到钱，你要通过投资来改变命运，你要逆风飞扬。现在你好像擅长打逆风局，你自己得掂量。过去经济好的时候你都没赶上，现在你买什么贬值的时候，你要赚钱，你这就是反向操作啊。所以说黄金、股票、房地产目前都不适合投资，但是他们不适合投资的原因不一样，各有各的问题。等到什么时候他们的问题解决了，病根治好了，那个时候再说能不能投资，能不能参与。最后我们再说一下胡一静老师，武汉大学对图书馆事件复核处理出来以后，胡一静老师也做了个评论。我看了一下胡一静老师这个评论的大体上和我早上做的那个节目差不多。最后这胡一静老师他是劝杨某元，他说老胡个人建议杨某元接受法院判决，冷静下来，整理自己的思绪。他今后的路还很长，他应该从整个事件中汲取教训，消除导致自己的冲动做事、先动对他人网暴思想根源，把自己的认知和法院判决及学校最终决定对应起来。他的母校、他的导师和多名师长因为他受到牵连，他应当对此内疚。如果把这一切都想通了，他对他今后的人生之路只是会有好处。这胡静老师最后一段评论，我是同意他一点，他建议
杨某元就不要再穷尽法律救济渠道，接着往上告，或者是举报、信访，一路告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一路往上告。就像过去那个清朝什么杨乃武小白菜，这个胡锡进老师意思你就别告了。但是同样说不告的原因是什么？胡锡进老师这就开始糊涂了，他也开始犯糊涂了。怎么犯的糊涂？他说：“你看看杨某元，因为你这个事，你的老师、你的母校多名师长受到牵连，你应该为此内疚。”说的就不对了。胡锡进老师也就是说，这个杨某元内疚，他为什么要内疚？这个潜台词就是胡锡进老师认为武大的这些老师、导师、学生、师长受到处分是冤枉的，他们不应该受处分。但是因为受你这个杨某元的这个事情舆论影响，所以他们背了处分，你应该感到内疚。那胡锡进老师潜台词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事，他武大他那个导师还有很多其他的师长各个干部，他们就没错，这个错误就不会曝光，那就不会受处分。就因为你这个事情，所以拔出萝卜带出泥，受你牵连，你看这些人受处分了，你应该感到内疚。说胡锡进老师他没有原则，他没有这个是非，他只有什么立场。也就是说，你难道如果没有这次舆论事件，他那个论文难道就没问题了吗？他那论文说100多处什么小毛病，他那老师负有这什么培养责任的，他们那个学院负有对学生进行思想什么教育的，难道都没责任了吗？胡锡进老师他关于这个观点，他这个理论，他这不是第一次。你比如说有网友说北海鲶鱼事件的时候，胡锡进老师就痛心疾首出来说，他说希望这些，那意思就是你们这些贪官就不要出来炫耀，闷声发大财，你赚了钱你不要出来炫耀，就没事了。你看是不是这个思想是不是一脉相承？大的杨某元的老师还有这些学院的这些领导，他到底有没有错误啊？打铁还需自身硬。如果武大杨某元的老师还有那些其他被处分的老师自己没有一点问题，那你网上闹得再凶，你也不能把人怎么样，对，人家屁股是干净的。所以胡锡进老师很有意思啊，他不批评这些老师，他不批评武汉大学，他反倒怪杨某元，你掀起了这个风浪，导致他们受灾。你要不掀起这个风浪，那这些老师没事，安然无恙。但武大还是个好大学，这个理能说得过去吗？另外一个，杨某元如果继续上诉，不太容易翻案，有翻案的可能，我只能说有可能，那得看机缘巧合，看那个地方什么时候突然变天，这案子说不定就翻过来了。但是你单独靠杨某元自己去，这个难。我看有很多网友评论怎么说，属于那种装外宾，他对中国民事诉讼也基本不了解，对这里面的猫腻是视而不见。山东的一个法官一怒之下就可以让一个农妇罚他10万。很多人装外宾，对法治，尤其是基层的法治太想当然。我只能说这么多，听不懂的那你就自己慢慢想。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